舊年10月先公開認愛結婚，今年頭就調出成個香港娛樂圈嘅深水炸彈效力 TVB， 足足23年嘅胡定欣正式宣布徹底離開大台。消息一出，全網最統一嘅反應唔係惋惜，而係齊齊整整嘅問號。吓，佢而家先走嘅咩？講真，唔好話唔係咁睇 TVB 嘅觀眾，就連追咗港劇10幾年嘅老粉，都覺得千禧年初呢批當家花旦早就應該人走茶涼啦。話晒 TVB 嘅黃金時代，與其話停咗喺10年前，不如話早就鎖死咗喺我哋嘅青春濾鏡入面。但有意思嘅就喺度，呢班陪住港劇由巔峰跌入谷底嘅女人，離開母校之後，活得簡直係天差地別。有人闖入荷里活變咗國際拉，有人喺內地綜藝捱到變勵志模範，但亦都有人喺銅鑼灣賣住50蚊一個嘅多士，蝕到懷疑人生。今日我哋就嚟傾下呢啲刻喺青春入面嘅 TVB 前花旦們，睇下佢哋離開溫室之後，到底係喺度圓夢，定係喺度撞南牆？第一個要講嘅就係啱啱離巢嘅胡定欣。嚴格嚟講，佢唔算當年 TVB 五花時代嘅核心成員，但絕對係呢批人入面最捱得、最肯搏嘅 TVB 頭號牛馬。好多人唔知佢本來係歌手出身，1999年靠新秀歌唱大賽入圈，歌壇冇闖出條路，先誤打誤撞入咗 TVB 演員訓練班。入行冇2年，就憑大唐雙龍傳入面敢愛敢恨嘅魔教妖內鹽入丫艷，到而家都仲係港劇經典水片。可就喺應該往上衝嘅年紀，佢犯咗 TVB 最致命嘅忌諱，命犯桃花，愛上咗一個負面前身嘅法制卡。呢場同吳浩康鬧到全港皆知嘅狗血戀情，直接令佢被踢出親生女名單，資源一落千丈。為咗翻身，佢靠住將精明強勢嘅擲場面喺樂女賽道一捱就係5、6年。由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入面嘅馬麗華，到法證先鋒3入面嘅 Eva， 一個個狠辣角色演落嚟，觀眾記住咗佢個樣，更加記住咗佢眼入面嘅演技。2012年，佢憑拳王攞咗最佳女配角，先算係捱到咗擔正嘅機會，趕上 TVB 青黃不接，花旦都走得七七八八。捱咗10幾年嘅胡定欣變咗最大受益者。2015、2016年，佢連續2年攞視后，變咗繼鄧萃雯之後 TVB 第2個連莊視后。講開事業，到呢份上已經圓滿，可佢唔甘心，只喺衰落嘅 TVB 入面耗住，轉頭簽邵氏闖電影圈，第一部逆流大叔就攞咗金像獎最佳新演員提名。可惜剛起步就撞正行業寒冬，喺臨時劫案入面又變咗閒角，闖蕩影壇嘅念頭徹底涼咗。兜兜轉轉20年，佢又繞返咗最初嘅歌手夢。呢啲年，除咗同 TVB 偶爾嘅合作，精力全部放喺唱跳上。今次離巢，佢都明講未來重心係唱歌，亦都想闖一闖內娛。可明眼人都知呢條路唔好行耐，餘開機率年年走低。佢嘅國民度全靠10幾年前嘅老角色撐住，想分一杯羹，談何容易？你以為捱成視后就算圓滿？同一條樂女賽道，有人喺巔峰時親手將演藝生涯連根拔起，佢就係徐子珊。同胡定欣一樣，靠樂女殺出重圍嘅徐子珊，人生比胡定欣更加意難平，亦都更加決絕。呢2年，徐子珊喺互聯網經歷咗一場大反轉。當年被全港嘲諷係最醜港姐，而家就變咗全網瘋捧嘅渣女天花板。網友考估佢嘅舊劇，發現嗰對鳳眼口唇簡直媚骨天成。可惜呢啲遲來嘅讚美，佢本人大概率係睇唔到啦。因為早喺5年前，佢就親手斬斷咗同娛樂圈嘅所有聯繫，徹底消失咗。2004年，徐子珊攞咗港姐冠軍，迎接佢嘅唔係鮮花，係鋪天蓋地嘅謾罵。佢嘅美唔喺傳統港姐嘅標誌五官，而係鳳眼帶勾、口唇帶眉嘅氣場同故事感。可剛入行嘅 TVB 根本唔識點用佢，白白浪費咗佢嘅特質。直到2008年《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，佢演嘅陸嘉美將心機女嘅惡同眉演得入木三分，全港觀眾第一次真正記住咗佢。由嗰時開始，佢就喺亦正亦邪嘅賽道紮咗根。同胡定欣靠配角捱出頭唔同，
佢由一開始就係絕對女主，2012年係佢嘅巔峰，同林峰主演嘅台慶劇《雷霆掃毒》爆火，佢演嘅陳家碧賺足咗全港觀眾嘅眼淚。當年所有人都篤定視後，非佢莫屬。可最終佢只攞到咗一個內部投票嘅我最喜愛女角色獎。佢嘅獲獎感言到而家都仲係令人難忘，冇喊腔，只有一聲苦笑。冇諗到我都會被大家中意。一句話講盡咗多年嘅委屈。佢後來坦言，當明星嘅呢啲年，佢徹底失去咗自我，永遠要活喺人哋嘅期待入面。呢種日子早就過夠咗。2015年合約一倒，佢頭都唔會咁離開，一邊創業，一邊攞咗港大心理學碩士。2019年，佢做咗一個更加驚人嘅決定，賣樓賣車關社交賬號，一個人走去歐洲攻讀博士。林峰、黃宗澤呢啲老搭檔話，再也聯繫唔上佢啦。有人話佢一手好牌打得稀爛，但我反而覺得佢先係呢批人入面活得最清醒嘅一個。與其喺名利場入面耗盡靈魂，不如喺異國街頭做一個眼入面有光嘅普通人。有人親手斬斷過去，有人就將一手爛牌硬生生打成咗王炸。佢係呢批花旦入面唯一喺內地站穩腳跟嘅人，亦都係當年被鬧得最狠嘅人胡杏兒。1999年，港姐季軍胡杏兒剛入行就因為長相唔夠驚艷，被網友笑胡滾滾。喺美女如雲嘅 TVB， 佢嘅外貌唔算出眾，但佢贏係一個博字。同楊怡同年出道，人哋仲喺度跑龍套時，佢4年就當上咗女主，攞視后亦都比楊怡早咗1年。喺 TVB 嘅16年，佢勤勤懇懇拍咗幾十部劇，從來冇停低過腳步。更加難得嘅係，早喺2008年，佢就已經睇清咗 TVB 嘅局限，開始佈局北上。佢甚至願意放下當紅花旦嘅身段，喺內地劇入面俾林心如做配。呢份能屈能伸，令佢喺2015年離巢時，直接變咗唯一登上福布斯中國名人榜嘅 TVB 女星。3500萬嘅簽約費，更加係傲視群雄。事業上嘅胡杏兒永遠清醒果斷，知道自己要乜。可感情入面嘅佢就一直被網友詬病太能忍。同黃宗澤8年嘅感情，佢一次次原諒對方嘅出軌，直到失望透頂先轉身離開。分手唔到2年，佢就同而家嘅老公李承德相識訂婚，連生3個仔。呢啲年，關於佢老公嘅負面新聞從未斷過。可每次出事，胡杏兒都會第一時間站出嚟力撐。好多人鬧佢戀愛腦，但我話大家都睇輕咗胡杏兒。對而家嘅佢嚟講，婚姻早就唔係人生嘅全部。維持表面嘅體面，係為咗手入面握住嘅3個仔同蒸蒸日上嘅事業。佢唔係喺度忍，而係喺權衡利弊之後做咗最穩嘅莊家。胡杏兒將人生主動權轉得死死嘅，可有一個人手握頂配劇本，被全港捧喺手心，卻偏偏對名利場毫無眷戀。佢就係鐘嘉欣，同胡杏兒嘅步步為營完全唔同。鐘嘉欣係老天爺賞飯食嘅典範。2004年出道，徐子珊喺度捱鬧，鐘嘉欣就被當成親生女力捧，搭檔全部係鄭伊健、林保怡呢啲大咖。搜神傳嘅好彩妹，溏心風暴嘅常在心，佢演嘅角色個個爆火。佢係全港公認嘅嘉欣 BB， 私生活乾淨到狗仔都想喊。可事業順成咁樣， TVB 就喺獎項上將佢傷透咗。出道10幾年，提名無數次，次次陪跑。最離譜嘅係2021年，佢推晒所有工作，回巢拍《星空下的仁醫》，演技炸裂，全網都覺得事後非佢莫屬。結果呢， TVB 反手將獎頒俾咗林夏薇。消息一出，連香港觀眾都坐唔住，替佢喊冤。亦都係嗰一刻，鐘嘉欣徹底睇清咗呢個地方，唔留也罷。佢直接推咗續集，頭都唔會咁返咗加拿大。其實佢早就揀好咗退路。2015年告別咗同伍允龍那段長達8年嘅地下情，佢轉身嫁俾咗大佢13歲嘅醫生，定居海外，連生3胎。好多人替佢可惜，覺得佢浪費咗演技同顏值。但你睇下佢而家分享嘅生活，嗰種唔需要濾鏡嘅鬆弛感，比果座事後獎杯貴多咗。有人對頂流位置唔爭唔搶，甘願回歸平凡；
亦都有人由最底層嘅冇台詞龍套殺出，全靠一個狠字硬生生捱成事後。哪怕離開多年，一出手就能殺反頂流。佢就係楊怡。前面講嘅4位唔係港姐就係華姐，全靠選美加持。唯獨楊怡係呢批人入面唯一一個冇靠選美，由 TVB 訓練班底層一步一步殺出嚟嘅狠角色。剛由訓練班畢業時，佢連台詞都冇，演無名尼姑、背景板、禮儀小姐，因為長得似張可頤，先攞到咗第一個有姓名嘅小角色。就咁跑咗7、8年龍套，打咗7、8年醬油，直到2009年《宮心計》入面嘅姚金玲，佢先徹底大紅大紫。嗰句打你就打你，仲要揀日子嗎？到而家都仲係港劇史上最經典嘅台詞。佢將姚金玲嘅狠、怨、不甘演得入木三分，哪怕同佘詩曼演嘅劉三好對戲，氣場都絲毫唔輸。借住呢波熱度，佢變咗 TVB 當家花旦。2012年憑《名媛望族》攞咗視后，變咗五花。入面除咗胡杏兒之外，唯一一個攞到視后嘅人。佢對自己夠狠，事業上敢拼敢闖，亦都係最早試水北上嘅花旦之一。可惜反應平平。2015年因為唔願續約，被 TVB 雪藏，1年只俾2部戲拍，佢都冇低頭。2016年直接宣布離巢，徹底告別咗待咗10幾年嘅 TVB。離巢後，佢慢慢淡出幕前，同羅仲謙結婚，生咗1仔1女，將更多精力放喺家庭上。但所有人都知道，呢個女人從來唔係甘心再加相夫教子嘅聖子。2024年，佢帶住黑色月光強勢復出，一開波就爆火，收視率一路飆升。好多人都話，楊怡一返嚟就將而家 TVB 嘅小花們秒得渣都唔剩。不過呢部劇集之後，佢就再度神隱咗呢幾年。羅仲謙嘅事業亦都逐漸有咗起色，演技亦都備受觀眾認可，相信攞視帝都係指日可待。最近楊怡晒相為6歲女兒小珍珠慶生，最令人羨慕嘅係一雙兒女都繼承咗楊怡同羅仲謙嘅好基因，顏值高到不得了。而家嘅佢兒女雙全，家庭圓滿，佢呢輩子從來冇停低過腳步，只要佢想，隨時都能殺個回馬槍。楊怡靠對自己嘅狠，將人生路越走越寬。可同樣捱咗10幾年先攞到視后嘅甜妹，就喺事業同感情入面接連踩坑，半輩子都喺坎坷入面打轉。佢就係唐詩詠。唐詩詠嘅人生，唔理事業定係感情，都寫滿咗2個字：坎坷。佢喺 TVB 待咗整整18年，前14年都喺度演配角。剛出道時，基本工資只有3000幾港紙，連房租都俾唔起。2003年簽約 TVB， 佢演咗當四葉草碰上劍尖時嘅女主，本以為能就此上位，卻因為演技清潔，轉頭又返去演咗10幾年綠葉。同期嘅胡杏兒、佘詩曼都變咗當紅一姐，佢只能靠住甜美嘅長相，演一啲大同小異嘅溫柔角色。想嘗試音樂劇，被高層直接拒絕，連續轉嘅拍戲檔期拖垮咗佢嘅身體。多次入醫院治療，就咁捱咗18年，直到2017年，唔識撒嬌的女人，佢先終於攞到視后。但呢個視后亦都一度唔被觀眾認可。2022年，佢又突然宣布離巢，震驚全港。事業上捱咗半輩子先出頭，感情路更加離譜，堪稱渣男收割機。初戀余文樂因為對方出軌分手，佢卻到而家都將錯攬喺自己身上。同崔建邦喺埋一齊9年，對方一次次出軌，甚至家暴女友身敗名裂，佢卻一次次原諒，從未對外講過對方一句壞話。之後遇到嘅幾任男友，亦都全部係出軌成性嘅渣男。佢每一次全心投入，都落得遍體鱗傷。40歲呢年，唐詩詠決定換個活法，離開 TVB 去演中意嘅舞台劇，轉頭又喺銅鑼灣、中環開咗日式多士店。一頭扎進創業浪潮，剛開業時靠住明星效應，日日排長隊。佢一口氣開咗3家分店，結果熱度退去後，生意一落千丈。而家佢嘅旗艦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16萬，日銷售額卻只有4位數，妥妥嘅入不敷支。日日倒貼錢，唐詩詠走嘅呢一步，完全就係分招。
而剩低嘅兩位離巢花旦，剛好企喺人生嘅兩個極端，一個活成咗獨立女性嘅頂配範本，一個變咗觀眾心入面永遠嘅意難平。佢哋就係陳法拉同黃智雯。先講陳法拉，佢係五花入面最早離巢嘅一個，2013年就同 TVB 解約咗。佢係成都出生，14歲移居美國嘅實打實學霸。選美出道後，靠《巾幗梟雄之義海豪情》入面嘅流情走紅，潛行追擊，衝上雲霄深淵，部部都係經典。但佢從來冇將娛樂圈當成唯一嘅歸宿。2014年，佢一邊喺內地拍戲，一邊考上咗紐約茱莉亞學院戲劇碩士，變咗呢個專業有史以來第一位華人畢業生。畢業之後，佢直接闖入荷里活，同梁朝偉、楊紫瓊合作上戲，喺 HBO 劇集入面露臉，徹底跳出咗港圈嘅一畝三分地。感情上，佢經歷過同廖維太子爺薛世恒嘅失敗婚姻，卻冇沉溺過往。離婚後專心搞事業。2019年嫁俾法國科技新貴，生咗女兒。如今一半工作，一半家庭，活成咗真正嘅大女主。同佢形成鮮明對比嘅係，有民選視后之稱嘅黃智雯。2007年港姐五強出身，同楊怡一樣由龍套演起，跑咗好幾年醬油，先靠潛行追擊入面嘅女警被觀眾記住。三個女人一個恩入面，佢一人分析三角，人格切換絲滑，演技直接封神，全網都覺得佢必攞視后，可最終只攞到咗海外地區嘅視后。TVB 本土視后依舊陪跑。更加令觀眾意難平嘅係，佢主演嘅多部口碑爆劇都被 TVB 安排喺週末檔播出，戲份被剪，存在感被弱化。明明係女主，卻被調侃係存在感最弱嘅女主。2023年結束咗同 TVB 16年嘅合約，佢正式離巢，同拍拖11年嘅圈外男友結婚，踏入咗人生新階段。離巢後，佢好快簽咗內地經紀公司，想打開內地市場。可3年過去，幾乎冇新作品面世，曝光度大不如前。但佢自己睇得好開，話自己有意減產，只想接有質量嘅作品。老公家底豐厚，佢唔使為生計發愁，唔使再睇高層面色，想拍戲就拍，唔想拍就享受生活，亦都算係求人得人了。睇完呢啲花旦嘅現狀，你會發現 TVB 嗰個金字招牌，既係佢哋嘅玉女甲，亦都係佢哋嘅牢籠。喺入面，佢哋係呼風喚雨嘅神，走出嚟，有人活成咗女王，有人活成咗普通人，亦都有人仲喺泥潭入面掙扎。所以你覺得下一個離巢嘅會係邊個？離開大台，真嘅係佢哋最好嘅出路嗎？評論區傾下，你最懷念邊位花旦嘅巔峰時代？